分享一個好慘痛嘅親身經歷。就算住喺日本好多年，可能都會犯到錯誤。有一次我同另一家人去沖繩玩，嗰家人嘅小朋友半夜12點發高燒，39度，我就以為自己識日文，帶住佢哋衝落樓，截的士，查地圖，揾醫院。結果我哋去咗3間醫院，嗰個自動門係關嘅，大門緊鎖，就連我對住自動門上邊嗰個電話號碼去打都冇人聽。問的士司機冇辦法，最後小朋友瞓着咗，我哋都見唔到醫生。後來就知道啦，原因係咩呢？第一，唔好以為地圖上面有嘅醫院你去到就可以睇急診，事實上係日本大部分嘅診所同醫院喺晚上都係關門嘅。第二，日本嘅醫院唔係間間都有兒科㗎，的士司機都好為難㗎，都唔知帶你去邊。所以記住啦，日本深夜就醫正確做法係打119。然後喺日本睇醫生，我幫你總結咗3個同香港同內地都完全唔同嘅潛規則。視頻嘅最後仲幫你整理咗一張日本就醫速查卡。第一嘅潛規則，深夜或者病情緊急嘅時候打咩電話？記住啦，唔係香港嘅999，亦都唔係內地嘅120。喺日本，無論係火警定係 call 白車，唯一號碼就係119。唔識日文唔緊要，你同佢講 Chinese please， 佢就會駁個第三方嘅24小時翻譯入嚟。喺日本 call 白車，大部分地區係免費。記得要講清楚3樣嘢：酒店名、地址、症狀同埋年齡。119嗰邊就會根據你嘅情況送你去最合適嘅，而且呢個時間段仲願意收症嘅醫院。第二個潛規則咧就係，如果日頭你病情唔緊急嘅話，就唔好直接去衝嗰啲大醫院，即係嗰啲綜合醫院。呢一條真係好多香港人都會中伏。日本係行緊嚴格嘅分級診療，所以如果你係普通嘅感冒、肚屙或者係發燒嘅話咧，你嘅第一站永遠都應該係附近嘅診所。日文係 clinic， 因為你冇診所呢一級寫俾你嘅介紹信嘅話咧，你直接去咗大醫院，你就可能要白等多幾個鐘。另外，你仲要額外交多一個叫做選定療養費，可能要3000到1萬yen。呢度仲有個細節要注意，因為唔係日本所有嘅醫院都會有兒科。如果你睇兒科嘅話咧，建議你先打呢個 JNTO 嘅熱線去協助指引一下。去就醫記得帶護照、現金同埋旅行嘅保險資料。通常大醫院咧係可以收信用卡，但係診所佢就要收現金嘅。呢度提醒一下，記得交完錢之後索取一份詳細嘅收據，方便日後向旅遊保險申請。接住落嚟講下去醫院嘅就診流程。首先我哋去到醫院嘅前台，我哋去掛號，然之後佢會俾個問診表俾你嘅，填問診表，然之後咧就等叫你個名。叫到你個名之後，你就去醫生嗰度，醫生就會同你問診啦。問診完咗之後，你就去交費。交完費之後咧，你就得到一張處方，你就可以攞住呢張處方去藥局配藥。好，講到第3點潛規則啦，係關於攞藥。喺日本係醫藥分離，所以你去醫院睇醫生，佢係唔會開藥俾你嘅。你係要拎住呢張處方，然後行到外邊嘅任何一間藥局，然後再另外俾錢配藥。重點嚟啦，呢張處方係有效期㗎，4日之內要用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又要翻去睇醫生。總結一下，深夜或者緊急情況打119，細病先去小診所，再去大醫院。處方攞到手，要喺4日之內喺外邊嘅藥局配好藥。呢張日本就醫速查卡，快啲截圖收藏，同屋企人 share 一手啦！最後祝大家日本旅遊